简单的话，那个观众他们会注重的慢慢退，慢慢退，慢慢退。好，那当下也是一样，我们就安排一机是广角度，好，那另外一机从另外角度拍特写的，那另外一是从另外角度拍3个角度，好，所以3个角度去做回来再做重新的一个剪接。好，那后来是有那个，因为它也是简单的做一个注缩的一个活动而已，所以没有办法做完整的，换完整那个最法是30分钟很久的。谢谢那位男士，刚刚给完他的蓝色那我们另外一位导演同家要现场自己开放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问我们的蔡导演。有蓝色的同学。好，我这一同事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在拍摄纪录片的话，会发生很多不一样的故事。就你有，因为像我刚才看这部影片，可能原本拍的是10年出团，可是后来发现这个画师就是得癌症还过来画，那你有偏离过主题吗？拍摄的主题？这很好，我们当初设定的是以他新专奖得主，拍一个影片就是要把这个传承下来，所以我们的结局是他。看到开心当天的真的挺多的，然后我们安排了有年轻人，有其他小朋友的画面，就是我们最后想要做一个安排，是让他有一个传承，他在做一个指导人，那当然这个跟纪录片就有一点不一样，结合了一些不同的一个实质性的，那只是说我们当下在看的时候，哇，这个陈忠和老师抱着病，然后拍完之后还没剪接，他直接就过世了。所以我们就改变了这样的一个内容主题剪接方向，那这是重新把我们的影片重新再 review 看一次，然后把这个主轴放在这个陈忠老师这个部分，所以我们最后你会看到我们期待的，希望不要再40年，那后面的结尾我们影片也是一样，重新走翻转了，所以你看到最后面它的风箱，从开始片头一样。原先那个画是设定好的，没有改变，所以起头的时候是开箱，开箱。那开箱其实它里面有很多衣服啦，很多一些它物件，也都放的保存很好。那我们已经拍过很多他在整理啦，做一些小组啊，他一开箱就要做这个，所以开始是开箱，开箱之后同样要打开，到结束封箱，封箱的时候。是不是锁又扣上去了？扣上去了之后，是故意把那个声音留在黑幕里面，扣了声音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开箱也是这个声音？那封箱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老师的手是帮那个老师傅？因为呢，他自己有点车祸摔到这个画面，然后他手比较没力量，所以另外那个老师傅自己是帮他一个手过来，有点是帮他。压扣的，可是我后面切掉，就是手进来之后，黑幕扣那个声音，所以我们意思就是传达是，这个老师就是封箱，我们不希望他又封了10年20年，这只手是反而过来帮助他不要封箱，有两种的一个解释，一个是帮他保存好封箱，声音控。黑幕里面扣，那另外这是一个想法的，然后就是这个只手是帮他打开，再打开的，就跟片头是一样，有一个打开扣的那个声音，在黑幕里面完成，这是 MD 的。感谢这同学帮我们挖出了太多世界的内心。那我们同学的话，我可以一直做演变的。医生的那个拍纪录片会有理想到的一个想法，跟那个拍摄到的画面一定会不一样。就是只要你保持住你所要传达的东西。其实这个地方跟影片我还是一样，是希望透过这算是一个首部曲而已，因为10分钟很难去表达完全。希望透过这个影片，明年能够继续拍出它完整的一个记录，包含不管是一个
生平帝王，包含他的画的完整过程，包含他的一个脚步，还有他的衣服的全部特征。我希望在明年能够有机会把更完整的一个影片出来。谢谢蔡磊那么精彩的分享，大家同学待会如果私下还有问题，都可以会后去再找小飞导演讨论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陆台公司的导演。